把时间回到透早7点，立法院伫开会进程就爆发着冲突了。民进党的立委林淑芬要行落主席台，去互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甲挡掉咧。林淑芬就甲杀，结果麦玉珍射翻身，一拳一骹来反击。林淑芬阁出一拳拍到麦玉珍的面，麦玉珍的面乌青，指控着林淑芬暴力。林淑芬呛讲拍人的话救人，明明是对方先动手。国会内底你一拳我一拳，也未开会先相拍。民进党立委林淑芬想要行落去主席台，拄好互民众党的立委麦玉珍挡掉，刷落来。这一个杀麦玉珍回头甲看，出手拍伫咧林淑芬的手骨，林淑芬直接一拳摸着麦玉珍的面。看两个查某人，一个出骹，一个出手，其他的立委看到，随挡伫两人中央。议场内底相拍，议场外麦玉珍、林淑芬个人找家己人来相挺，指控对方。你转过来对我挥拳，他没有跟人家打架，没有跟你打架。觉得他们真的太恶劣了，我想说。我们不要想要起冲突，所以我才说不要再进去。我在自我防卫，他又踢我又踹我，这个画面在这里会讲话。两人拢强调是正当防卫，讲对方先出手，麦玉珍的面甲手骨拢受伤，伫咧高金素梅的陪伴之下，到台大病院来治疗。民进党这样做很过分，你们认为呢？你们认为呢？你们认为这样可以吗？你先打人，然后说我是新住民，我被欺负了，这样子是公平的吗？立院搁再爆出集体冲突、委员受伤的事件，是各界一赞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